當初 Janet 確診咗啦，咁其實都即係有少少束手無策啦。我就諗點解我會有糖尿病？點解我有冇嘢令到你唔開心㗎？每日都要打針，每日都要打針啊？小花花打特別痛啊！糖尿病咧係一個長期病患，主要嘅病徵咧係身體嘅血糖過高，係可以導致到傷害到唔同身體嘅器官啦，包括眼啦、腎啦、心臟等等嘅。咁一型糖尿病咧，通常比較常見係喺兒童啦或者少年期係發病，因為身體缺乏咗個胰島素嘅分泌咧，所以患者通常係需要長期每日都要注射胰島素，通常可能係要幾次而去控制個血糖。亦都因為呢個理由咧，血糖嘅波動咧相對係會大，亦都咧比較高風險係可能例如會血糖低咁樣。咁所以喺一型糖尿病嘅患者咧，監察血糖同埋保持血糖穩定咧係特別重要嘅。通常係血糖低先有症狀，希烈就會開始話肚餓啦，會手震啦，又話會腳軟冇力。咁我哋首先就成日都要準備有一啲糖果啊、果汁同埋餅，咁隨時都要更新啊咁樣，先唔會話啲血糖太高或者太低咯。俾長進一世嘅，我爹哋唔會同你打得幾耐㗎，我將來都係靠你自己。你喺度狂操，而家你傷緊個腎，傷緊隻眼。可能大家都聽過好多糖尿嘅患者需要篤手指去監察自己嘅血糖啦，其實都非常之痛啊，唔方便啊，咁亦都每日可能最多可以篤到3-4次左右啦。咁 CGM 係近來比較流行嘅一種方法，大部分而家嘅 CGM 嗰個 sensor 都係大概一個5蚊銀咁上下嘅 size， 咁佢有一條幾 mm 嘅導管啦，可以每1分鐘測住呢個葡萄糖水平，透過藍牙呢個資訊咧就可以傳到去一個手機上面嘅，可以24小時全天候監測個血糖啦。CGM 咧有啲額外嘅功能，咁其中一樣非常之有用就係有一啲叫做高低血糖嘅響鬧咯。咁對於我哋好多小朋友啊、年輕人啊管理糖尿病，其實都係非常之有幫助。篤手指上堂冇咁方便，因為我有啲老師好惡，我驚問啊嘛。咁有時佢喺學校嘅時候，我真係唔可以控制到佢會唔會自動自覺去篤手指。咁而家呢個 CGM 真係可以搖佢，隨時拿起個電話就可以 check 到佢啦。CGM 嗰啲數據咧就係可以喺網上邊存取嘅，咁我哋就授權咗俾醫院嘅醫護人員。咁我哋上一次去覆診嘅時候，醫生就係睇住呢個數據，就話原來係要調節翻瞓覺前嗰一針長效胰島素喎。咁調節完之後咧，就真係啲數據最近就真係靚咗嘅。咁所以我哋咧都係好感激 YDA 咧係主動籌劃咗賽馬會年輕糖尿支援計劃。咁亦都得到咧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咧去資助呢一個項目咧，為香港超過1000個年輕嘅糖尿患者咧係免費提供個 CGM 可以用2年嘅。佢哋收到佢哋嘅反應都係好希望日後有機會繼續資助啦，因為可能其實好多都係讀緊書啊，未必可以長期負擔到咯。CGM 差唔多係佢哋血糖管理嘅一個必需品咯。咁我哋可以希望就係日後或者喺香港啊各方面可以得到更加多嘅資助，可以幫助我哋一型糖尿嘅患者。